佇櫻花路甲建平路口設點，對着來往車輛進行臨檢。台南市展開為期15天的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。市長黃偉綽前往市警局第4分局，聽取以治安平穩、交通順暢、民眾安心為三大主軸的簡報。同時致敬慰問金勉勵警察同仁全力守護台南，讓市民安心過好年。我們特別謝謝辛苦的警察同仁以及民防、義警、義交、巡守、志工這5力能夠同步的動員。當然，其實每個人都要過年，但是犧牲自己的年節時間，只要貢獻出一些時間，就能夠對我們的治安維護、交通維持有大大的幫忙。當案出動490名警力進行高強度臨檢掃動，總共查到包含毒品、酒後開車以及通緝犯等各類案件26件，其中還有佇咧 KTV 包廂內底客在畫面有身材非常好的水果娘仔，意外成為亮點。場所臨檢的部分，首先針對小型場所臨檢有6處，實施時間在23時到23時30分；大型場所臨檢的部分有3處，實施時間在23時30分到1時。本日總共規劃有2個屍檢組來同步實施臨檢。針對日前其他縣市發生公共場所隨機攻擊事件，市長已經指示市府團隊甲警察局要提高警覺，強化人潮組織公共運輸場所的巡守，落實有風險勤務、持續進行快速通報甲反應機制，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